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携程被罚，聊聊被罚这个事情啊。备受关注的携程垄断案，7月25日公布了處罰結果。市場監管總局依法對攜程集團有限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作出行政處罰，罰沒款合計51.79億元，這個比前幾天是吧？速賣通被歐盟罰5.5億歐元，那還要多啊。這個罰了將近52億人民幣，那個速賣通罰了將近43億人民幣，折合成人民幣啊。所以今天正好來看一看，都是平台，對吧？一個是被咱們自己給罰，一個是被歐盟罰。那攜程為什麼罰得這麼厲害呢？攜程這是個標誌性事件，大家都記得吧？阿里應該是2選1被罰過一次，美團也被罰過一次，他們的金額我記得不太清楚，可以說或許比攜程多，但是攜程這次懲罰是最重的。攜程這次罰叫3合1，什麼叫3合1呢？就是它3種罪行它都有，3種罰法3種懲罰都給它疊加了，就是 buff 加滿了，大概這意思啊。所以我們今天來聊一聊，很多網友知道我以前就做訂房做旅遊，所以沒有人比我更懂攜程的它的主營業務。當年我在北京的街頭做地推的時候，攜程也在做地推，那個時候攜程好像還沒有上市，是馬上就要上市。那時候是我印象中應該叫那是梁建章吧，他們融了多少億美金在國內燒完之後他再去上市恰恰他們在國內剛開始的時候，我從事這個行業正好是這個行業在國內起步。那當然了，也就是咱們那個時候很年輕對什麼資本市場根本就不懂，也不知道他們玩什麼。那時候商旅這就是攜程的主營業務，就是酒店預訂。那我是妥妥的鼻祖所以我聊這個那是相當的駕輕就熟我就是跟大家瞎扯一扯當你現在這種在線預訂這個平台比較多了，有攜程、美團也可以，什麼飛豬，對吧？一大堆但是攜程它是這個市占率它應該是最大，可能50%以上60-70%，形成了壟斷。當你打開攜程、美團飛豬3個 APP 比對的時候你可能發現某個酒店價格一模一樣，你以為這就是市場行情，但是不是的。攜程恰恰就因為這個被罰了50個億，52億它的罰款比例是7.5%，比當年阿里是4%，美團是3%，所以攜程這次罰的是最狠的，它是數罪並罰，就這意思創了平台經濟反壟斷罰款的歷史記錄。很多人都說攜程壟斷那活該被罰，那為什麼偏偏他罰的最狠呢？最狠，我告訴你大數據殺熟。最早大家在網上吐槽大數據殺熟，指的就是攜程，所以這次罰的一點都不冤。我們好好看一看他為什麼被罰比如說現在每次打開這個酒店預訂這在線預訂，你只要出去玩對吧？你要訂酒店，你打開攜程、美團或者飛豬這3個 APP， 你價格一樣，但是攜程這次就被罰重罰。那這個52億是怎麼構成的呢？市場監管總局通報沒收違法所得16.58億，罰款是35.21億，這個然後最後還要加上退還酒店訂單這個保證金1.22億，一共構成了將近52億。那這個罰款16.58億怎麼罰的呢？是按照攜程2025年中國境內銷售額的470億7.5%算的，就是按照這一年你的銷售額乘以7.5%，這就是你的罰款金額。所以他罰是最多的。那個阿里2選1也只罰了個3%吧然後呢，美團後面罰是4%，反正就這意思，反正就是攜程罰的最多最重，它是按7.5%罰。所以
這個是攜程被罰啊，是平台經濟反壟斷歷史上頭一次3種處罰並用。以前阿里只罰了款，阿里是罰4%啊，就是罰款就完了。然後這個美團呢也是只罰款，罰了3%。攜程這一次啊是沒收違法所得，那不光是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然後再罰款是2倍，然後再退押金，3管齊下。所以那就大家就好奇了啊，攜程怎麼就這麼罪大惡極呢？怎麼他比這個2選1還可惡嗎？2選1其實是都算好的，对吧？最主要我剛才說了啊，各種大數據杀熟啊。你是老客戶，你上來看這個機票、酒店價格你就貴，你用的是蘋果手機你就貴，对吧？這個最早從誰開始的？大家想一想啊。那為什麼攜程這次罰的這麼重啊？實際上，因為他這個違法行為持續時間長，從2020年就是疫情開始到真正立案調查啊，整整5年。那攜程他壞在什麼地方呢？攜程啊，首先是对這個在線酒店啊，它主要是這次罰主要是他對酒店才是，還沒有說對消費者啊。對酒店，攜程用2種手段呢控制整個在線酒店預訂市场。第一種叫持牌獨家，也就是這實際上它跟那個2選1差不多啊，但是它玩的更狠、更陰、更隱蔽，所以說才最可恨呢。這阿里是明面說，哎，你要跟我合作，对吧？你就不准上那個哪京東是吧？那商家啊，也是对商家是吧？你2選1，你在我這平台上做，你就不准去京東，对吧？你去京東做了，你就別上我這兒2選1。那人家好歹是吧？一個這個公開的，但這也不行啊，被罰了。攜程叫持牌獨家，什麼叫持牌獨家呢？他把那個酒店啊分成3六9等，他這個3六9等也不是說按你酒店星級分啊，他是按照控制程度來分，他的控制程度。那麼分成3六9等，最高一等，比如说特牌啊，什麼金牌、無牌，分成3等，特牌、特牌。那等级最高什麼意思呢？就是拿到的流量曝光最多，它後台控制啊，用戶直接打開攜程就能看到你這個酒店。它已經不是說網頁控制，說把你排在第一個，它也不是這樣子的啊，它是叫定制。哎，現在这個是大數據嘛，對吧？這叫精準營銷嘛。你這樣一打開啊，好，在用戶界面顯示的最顯眼的是那個特牌酒店，它每個商圈、每個城市，對吧？每個地方它都有特牌酒店。哎，你只要選那個城市或者到那附近那個商圈，那你用戶第一眼看到就是它的特牌酒店，不一定是當地最好的酒店啊。是跟攜程合作最好的叫特牌。好，那有人說了，那特牌酒店呢？攜程抽的佣金最多，15%。比如客人在這住啊，1000一晚上，那攜程賺150，他給你流量，這是特牌。那有人說，那我15%太多是吧？抽佣，那我少一點，對吧？我也不做特牌，我就無牌，不好意思啊。那用戶搜都不一定能搜得到你，翻吧。对吧？这用戶說我找個便宜的，或者找個合適的。我以前我一哥們兒在那兒住是吧？住了什麼酒店不都說挺好的嗎？哎，我就找這個酒店，你就翻吧，你翻不着，不知道在哪兒。那你想啊，對這個無牌酒店來說啊，那簡直是滅頂之災。因為現在大家訂酒店都是在線訂是吧？你在線要麼就是美團，要麼就是攜程，要麼就是飛豬，就這麼幾家，或者還有其他的，這已經壟斷了整個市場90%。這90%裡面，90%幾裡面還有人是不訂，對吧？或者直接打酒店電話，也有這樣的啊。或者通過酒店的那種，比如說如家，他是如家的會員，哎，到哪兒訂如家，上酒店的，但是這種佔比非常小啊。真正的在線預訂，基本上啊都是走這個平台。那麼攜程就佔了50%到70%啊，至少平均60%吧，它的市佔率。那也就是說，對你這個酒店來說，如果你是無牌，那你基本上就是完蛋了。就你沒有流量，你沒有曝光度，你沒人找你訂酒店，沒有客人知道你，那你那個酒店入住率就是低。那麼什麼叫特牌呢？特牌就是相當於2選1、3選1，就是你只能在攜程上賣，但是它這沒有文字的，都是當地的業務經理告訴你，對吧？你想做特牌，那你不能上其他的平台。你只能在攜程上面，哎，如果你說那我上，反正咱們也沒協議，對不對？我就要上飞豬，可以，因為當地人家業務經理在這天天看呢，
對吧？人平台也在查呀。好，你在飞猪和其他平台一上，好，你就摘牌。一旦把你摘牌，你就无牌，那你这流量本来每天都有流量，现在流量直接断崖式下跌，訂單直接減90%啊，這就是特牌啊，讓你只跟攜程合作，你要跟其他人合作，你就這個待遇，這個下場。還有剛才說了啊，我不這個吃牌，我就走普通酒店，對吧？你愛賣就賣，那也行，你可以在攜程上了，我剛才說了啊，你反正用戶找不到你啊。還有一種叫什麼呢？金牌，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各個平台都上，沒關係，但是你必須承諾在我攜程上面價格最低。那這個有人願意，對吧？我各個平台都上，我這裡人價格最低可以做到，對吧？小平台價格高一點，大平台價格低一點，流量多一點可以。但是有人呢，對吧？他在攜程上的價格，然後他在美團上賣，哎，美团做活動是吧？美团也各種活動，因為各個平台那個算法很複雜的，平台給用戶還有優惠，對不對？平台自己的優惠有券，還有酒店自己的優惠，對吧？那這種優惠疊加在一起，那個價格很不好算呢。好，攜程怎麼辦呢？攜程就是把你這個酒店，這不叫吃牌酒店，這就是無牌酒店或者是金牌酒店啊，他直接可以到你的後台改你的價格。比如說某個酒店老闆啊，他那個房間480一晚，這節假日嘛，在攜程上面，哎，攜程一看好嘛，你在這個上面美團，反正用戶通過一算，對吧？通過平台折扣加上酒店折扣，亂七八糟，最後人家是450或者400，你給我在我這兒賣480，不行。攜程可以直接上這個酒店的後台，它可以直接做的，因為當時接入的時候，人家就有這些技術條款了，對吧？你的系統比如說要接入啊，不接入我怎麼知道你沒有房啊？对吧？這些都是技術細節啊，所以說攜程就要接入人家的系統，一接入人家預訂系統，他直接把你價格給改了，給你改成130。哎，這個酒店老闆結果一看，哎，把誰給我價格改錯了？我這480，還以為自己上錯了啊，趕緊把它改回來，還改成480。好，一改完之後沒過半小時，再一刷頁面一看，又變成130。哎，這不明明剛才改了480嗎？怎麼又是130呢？趕緊改。好，又改成480，接着嘛改了好幾次之後才知道啊，原來这是系統壞了嗎？他以為系統壞了，趕緊給攜程打電話，客服半天也不接電話，打半天也打不通，一天調價7、8次，像關不上的水龍頭。你今兒把客服電話打通也沒用，因為你自己回去看看那個合同，這就是平台規則，簽了合同就得認。哎，這個調低價格還只是一方面，但是你看酒店都是有成本的啊，這個攜程還收12%到18%的佣金，也就是對酒店來說，你定價不是你說了算，我想給你改就給你改，完了之後我還賺12%到18%的佣金，對吧？我給你改的越低，用戶越多，訂的越多，我抽的佣金就越多，对不對？我這攜程反正它也沒有成本，把你改成100，那你的訂單，你的房子就爆了，是吧？爆了，攜程它佣金可不它就多了，对不对？它虽然這個房價便宜了，但是人家抽的比例不變，但是人家單子多了，訂單多了，一下攜程還多賺了，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導致據說雲南有7000家民宿聯名投訴攜程，實在受不了，被他玩了，你知道吧？人家到了旺季那個很多民宿就指着這個暑假，哎挖這個撈一把是吧？所以他們改價改成500、400等等，旺季嘛，指着旺季回本，淡季就耗，你知道吧？好，結果攜程完了給你們價格改了100多。導致這個雲南的很多就是民宿這些聯名投訴。好，你投訴對吧？那好，人家給你下單，人家就把你鎖死，對吧？攜程一把它鎖死之後這些民宿訂單直接降了90%。為什麼攜程這麼強勢呢？我剛才說了，它就是市場占有率太高，所以它就形成一個死循環，酒店不敢離開攜程，因為你酒店7成8成的訂單都是來自攜程的，你要離開攜程完了。那你這收入的吧，沒了保障。但是你留在攜程呢，你的訂單、你的價格、你的利潤，全部被攜程給鎖死，給拿捏，進退都是虧，對吧？這就是壟斷的殺傷力。那麼這次攜程罰的多它的比例罰7.5%，主要是它持續時間長，從2020年到2026年，整整5年，比阿里、美團這個作案時間都長。第二個呢，手段更隱蔽、更技術化，也就是更陰險。
我刚才說了啊，阿里是商家，对吧？你在京東和天貓之间2選1，这種对吧？你要愿意你就愿意，不愿意反正你没有損失，对不对？你自己選。但是携程就像一个无赖一樣的，選不選你的倒霉。美團也是，對吧？外賣商家2選1，你選餓了麼，你就美團我就不賣你，你要在我這兒你就不要上餓了麼，就這意思啊。所以但是啊，携程呢它是陰，它不在這個合同裡寫說你2選1，不寫，口頭告訴你，用流量誘導疊加技術工具強制執行，這個更有隱蔽性，就是查起來很難。第三個啊，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平台經濟反壟斷第一次同時適用沒收違法所得加罰款加退還保證金。以前只是罰款，違法所得什麼都等你技術留着，只是交罰款就完了。但是這一次啊，不光要交罰款，你把你那個違法所得還得交出來。所以攜程呢，它的2025年利潤，對吧？根據它財報啊，國內的啊，你的利潤是16.6億，利潤就算你這違法所得全額沒收。那這個對攜程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你這罰款啊，是不是讓它傷筋動骨了？實際上前52億並沒有讓攜程傷筋動骨，為什麼呢？因為攜程的營業利潤大概160億啊，你把它60億砍掉，人家還有100億，所以說這個實際上就是它什麼？大概1個季度的利潤，而且1個季度沒幹了唄，所以看上去好像沒有傷筋動骨，但是啊，這個對攜程是要命的。什麼叫要命啊？就是攜程你這套玩法犯法了，從根子上給你砍掉了，商業模式被人家拆了，特牌獨家不許做，酒店可以自由上架，美團飛豬，全網最低價也廢了，酒店恢復自主定價權，調價助手這種技術工具也得停，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攜程過去5年賴以維繫統治地位的這些盈利模式這柱子被連根拔起。我剛才已經說了啊，我在2000年，在北京搞這個酒店預訂，那個時候酒店預訂在中國剛剛興起。大家知道嗎？最早的酒店預訂是什麼？因為我們以前，對吧？改革開放之前，沒人住酒店，出門還要開介紹信呢，對吧？住旅社，你琢磨琢磨吧。到了90年代，才改革開放以後啊，才稍微啊，外賓來才有住酒店。那時候全國星級酒店本身就不多。完了涉外是吧？現在好像不提這個詞了啊。我感覺現在過去的酒店，只有你這個酒店可以對外開放，可以接待外賓，叫涉外酒店。你不是所有的酒店都可以接待外賓的啊，你沒有涉外這個權這個資質的，你不能接待外賓。所以就是北京市啊，涉外酒店那個時候也不多，星級酒店對吧？所以說啊，那最早的時候這個外國友人到中國來，到北京怎麼辦呢？怎麼訂酒店呢？實際上也不是訂啊，都是在機場啊，出租車找出租車司機，說我到了北京，你給我送個什麼酒店？出租車司機給他介紹啊，建議說你住哪兒？所以那個酒店跟出租車司機也有合作，對吧？然後這個出租車司機在酒店那兒也趴活，是吧？所以兩相啊這種叫互補。所以最早的這個更多的都是通過出租車司機，後來，對吧？這個因為國外人家已經很成熟了，是吧？這種線上預訂啊，叫 Booking 啊，好像這個也發達，所以很多人就把這搬到中國來了。那個梁建章好像就是在美國留學的吧？他在美國，他就知道有這麼在線預訂，他就把這一套複製到中國來了。那時候我們在幹什麼呢？我們就是那種叫二房東。二房東，什麼叫二房東呢？二房東就是那個時候興起的啊，就是跟着旅行社後面，就是比如說啊，建國飯店一共是500個房間，對吧？你有100個房間包給我就完了，你就不用管了。這100個房間我想賣多少錢，所有的服務、酒店這個入住都是你酒店啊，客房服務所有都是你，只有付款是我。怎麼對外銷售？那這100個酒店呢？100個房間啊，我每個月給你多少錢呢？相當於一個房間100塊，我一天就是1萬塊，一個月給你30萬，一年給你300萬，你這100個房間就是我的，大家明白了吧？那我對外賣呢？我賣200。那酒店為什麼願意呢？酒店那個時候對吧？酒店那時候就是我這有這300萬，我這個酒店就差不多了，能夠持平，或者持平還稍微差點，我自己再努力賣，我畢竟手上還有300間房啊，對吧？那時候再賣一賣，酒店不就能賺錢了嗎？所以酒店也願意啊，把自己一部分房間、一大部分或者一部分包給別人，那時候叫二房東。
現在還是這麼做呢，對吧？現在我的同學還在幹這個，他比如去南方的5星級酒店，有的5星级酒店是新酒店啊，他根本賣不出去，他也不知道怎麼推廣。好，我的同學就去啊，哎，你这個一共是800間房是吧？那400間我一年給你多少錢？簽個協議，按月付，然後他折算的每個房間是多少錢？每個房間比如說是啊，就是200塊錢。我舉例子啊，那你這酒店前台你得賣800或者賣700。啊，我这同學把這個200，相當於200的成本，对吧？買完之後，這個他就找攜程去談判，我這個酒店給你掛在上面，對吧？你到時候所有訂單給我，你攜程呢來推，給攜程，我給你250，你攜程對外賣800，那是你的事情，對不對？攜程一間房能賺400，能賺500，那是你的事情。所以攜程有的酒店是你要給攜程交錢的啊，你不能在前台交也可以啊，酒店來返也可以，对吧？有的時候是要給攜程交錢。有的时候給錢，現在估計都是在前台交錢了啊，對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訂過，在美團上訂給平台交錢的，給平台交的一般都是這種，它中間差價非常大，就是買斷的。好，那酒店也願意啊，為什麼呢？跟你這樣的二房東一合作，至少我今年不至於賠得太狠了，我再努力努力，我今年就能持平啊。二房東拿着這個找攜程去合作，對吧？二房東是200一晚上，給攜程呢220也行啊。賺10%，攜程我給你220，你給我保證量，那攜程也願意啊，我就加400，對不對？我賣620，完了之後我在平台狂推，對吧？你用戶只要一打開，你說我想去，我想去，比如說啊，北京的建國飯店，那在2環邊上是吧？快到3環了，你說我要去海淀，那離這太遠，對不對？但是平台就可以忽悠你，說你就住那個，對吧？攜程，住那個建國啊，那你其他地方都沒地方，其他酒店都不好。这不行，我再给你送上券，是吧？早上我含早餐，总之他就狂推，对不对？把你所有到北京的人，他都推荐你去住建国飯店。你說我要去西邊啊，我去那個石景山那邊，哎，他也推薦你去住那個建國飯店。反正石景山一條線，對不對？你坐地鐵很方便啊，這叫狂推嘛，利潤大嘛，啊，這種還叫生意模式啊，還是合理的。但是啊，攜程為什麼被罰呢？剛才說了啊，它主要是強制。當年攜程在國內啊要上市，他要搞這種，他不要搞量了嗎？建業量啊，這個流量，他要這個每天晚上要他有多少客人預訂呢，對吧？每天有多少用戶啊，新增用戶多少啊，多少個酒店呢？新增多少酒店，對不對？他就要這個數字，他好上市啊。但是這個東西，你說那個時候在中國慢慢滾，你得滾到什麼時候啊？所以攜程他雖然有錢了，他就開始收購我們就是小的地方中心啊，很多二房東，我們跟二房東合作。我們自己沒有那個實力啊，跑到時候建國飯店啊去說搞100間房，這種能在建國飯店搞100間房的人，他跟建國飯店都有什麼關係的？二房東是有關係的啊，就能拿到這種資源。那我們做不了二房東，那我們就是屬於幫二房東賣房。二房東他搞了房子的時候，他自己賣不了，他希望同行來幫他賣。那我們就屬於訂房中心，我們首先很多二房東的聯繫方式，哎，建國飯店的二房東啊，長福宮的二房東啊。對吧？什麼嘉里中心、中國大飯店二房東我們都有。二房東越多，你的價格越便宜啊，對吧？什麼酒店都能訂啊。那當年我在很多節目說好多回啊，我就給馬雲訂酒店，住長福宮，找的就是二房東，那便宜啊，然後賣給馬雲，對吧？他們公司的秘書跟我訂的，訂完之後就是二房東告訴我啊，說房子訂好了，結果等到馬雲到前台一報名字要入住的時候住不進去，那前台說沒有。而且那時候房子沒了，那個整個長福宮是因為開會啊，房子沒了，說給他升級，什麼房都沒有。然後馬雲這個人一軸，他非得在那兒住，弄了3-4個小時啊，就是二房東中間搞的問題出事了，他沒訂上，他自己沒搞定，他告訴我，他說訂好了，我也以為訂好了，啊，這就是二房東啊。那我作為訂房中心呢，那馬雲為什麼找我訂房呢？是因為我做廣告啊，對吧？我在報紙上打廣告。對吧？然後我到處推廣，到那個寫字樓裡面掃樓，給人家發廣告，訂房就找我啊，地推嘛，這叫地推。寫字樓給人家發傳單、發卡片，哎，你要出差啊，訂酒店找我。他那個阿里的這個當時北京的公司就在長安大廈，就在長安街上面，長安大廈那兒還有一個臉譜啊，應該叫長安大劇院吧，他們就在長安大廈裡面，也就是我們那時候掃樓掃的啊，去他們公司發了卡片。他們公司後來出差什麼的就找我，給我打電話啊，然後我們幫他訂，不僅北京的啊，全國各地都能幫他訂，都是合作嘛，都是找二房東啊。
好，我這講的什麼意思？就是像我們這地方中心雖然有流量，但是不大，都是小啊。我一個朋友也做這個，那時候我認識很多人都幹這個的啊。我一個朋友跟我做這個，本来我們倆合夥幹，因為我那時候就在北京創業了，開玩笑，自己就開公司了。然後他跟我但是合夥合着也理念不合啊，就分開了。他幹他的，我幹我的。他就自己帶了一幫人馬，又去支了一個攤兒，也幹着一樣的事啊。結果他呢，就是他頭腦比較活躍啊，幹着呢。我這邊幹的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幹的利潤太大了，就利潤太豐厚，這個我就不多講了啊。我以前在節目里都說過，那一晚上那老外来了，我這他一間房住一晚上，我能賺200美金吶。那時候美金是8.3吶，有的時候一晚上我能賺300美金吶，就一間房啊。我拿到的中國大飯店啊，是100美金一晚上，我賣給他是400美金，反正前台就是400美金嘛，我就是按前台價賣，我一晚上就賺300美金吶，对吧？那个時候什麼概念？那是北京的房子才800一平米啊，利潤太大。而我那個哥們呢，那朋友呢，對不對？他出去了，他反正就賺的苦哈哈的啊，就賺個一間房一晚上也只能賺個10塊、20塊或者30塊人民幣，我頂多賺個80人民幣啊，80，所以他利潤不咋地，他這個做的苦哈哈的啊，然後呢就被攜程給收購了。攜程不是直接收他啊，你看大家也知道，資本市場沒那麼容易說收你這麼小的公司，那你人家還收得過來嗎？收不過來啊。都是先把10個小公司合到一起，合了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公司，那個大一點的公司再跟其他的什麼大的公司合到一起，合了更大一點的公司，比如一個月就是監業量達到了10萬，合到一起這麼一個聯合體，叫什麼什麼公司，對吧？好，都是一級收購一級，這個時候這麼大的一個月10萬監業量的這麼一個公司呢，哎。攜程就來收購你，八大把你收購，上市了這份啊，給你他的股份，叫這個收購簽對賭協議啊。你現在說你一個月監業量就是10萬個監業量，那萬一人一收購之後你沒了呢？你一個月就幾千，對不對？監業量，那這收購你有什麼用呢？所以攜程會給你一個對賭協議，就是你保證未來3年每個月都是10萬監業量，而且每個月還增長。你達到這個條件，未來3年的連續增長。你達到這個條件，我給你多少股份，對吧？你只要達到了，你這一下，對吧？你就套現了嗎？你這就財富自由了嗎？是吧？所以我那個哥們呢，他就聽了這個故事，我當時不願意，為什麼呢？一些人來找我，要收購我，把我們幾個小的合到一起，串成一個大的再跟幾個大的串到一起賣給攜程，我不願意，因為我這太賺錢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賣給攜程，他能給我多少錢？哎，還3年以後。我說我等不及啊，好，我那哥們他行，就去了，把自己的公司賣給人家，還簽了個對賭協議，結果這褲衩子都賠沒了啊！他公司被人家收購了，1毛錢沒給啊，然後就是合到一起上班，然後給你股份，說是股份都是協議簽的啊，然後你得達到你要增長，那你這個月多少，下個月要增長，那更累，你知道吧？完了，他以前他為了讓人家收購能多拿股份，他是胡吹的，對不對？他一個月只能賣1000個監業，他非說自己賣1萬個，他是吹啊，賣1萬個人家就給你的這個股份就多啊，對不對？給的股份多，但是人家要求增長，你這個月1萬，你下個月得1萬2呀，對吧？這實際上他只能做1000，對不對？那你說搞個1年不就露餡了嗎？那就完成任務，你那個對賭就沒有啊，對不對？所以說啊，那哥們不僅對賭沒了。他連自己，對吧？他當初創業買了2台電腦，那時候電腦挺貴的啊，對吧？那時候電腦是重要資產。那我們的訂房中心重要資產就是2台電腦，還有辦公桌，對吧？還有沙發，這些東西都跟人家合併了，放在一起，人家刮上面貼個標籤，是屬於哪什麼公司，對不對？固定資產。等到他對賭失敗，他要走，他把我這2台電腦抱走吧，人家不讓他抱就報警，這是公司資產。但是我掏錢買的，那你買的人已經，對吧？已經把你收購了，對不對？連你人都是我們的，我現在把你人放了，讓你走就不錯了。所以我那哥們本來想是，對吧？想上市啊，想什麼？想那個張光的借船出海，草船借箭，結果褲衩子都賠掉了。他最終啊，他們是要賣給攜程的，因為那時候就攜程就這一家嘛，在線預訂啊，就他收。所以你要看攜程的財報，他公告啊，他那個時候收了很多什麼，百德勤啊，什麼各種訂房中心，那是都比較大的。
那大的地方任用中心怎麼構成呢？就是收了無數個像我們這樣小的合併的啊。好，我今天說這個幹啥呢？就是我這哥們兒如果說啊看到了這個消息啊，恐怕壓在心裡面25年的這個一口惡氣啊，終於出了啊，有人替他出了，罰了52億。但是啊，遺憾的是什麼呢？遺憾的是，大家有沒有發現？你比較一下歐盟還有美國對平台的罰款，也是3倍，對不對？咱們也是3倍還多，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对吧？美西方人家的罰款裡面2倍是給受害者的，政府只拿1倍，是这樣的吧？你看到美國对那個熊貓外賣是吧？罰款就是2倍退給商家，1倍是州政府拿着罰款。那個歐盟那邊也是的，這不什麼匈牙利、法國罰那些平台都是的吧？你老老實給消費者退錢，退2倍的錢，然後還得罰你。咱們這兒呢，受害的商家那麼多，沒有說給商家退錢的啊，只給商家把保證金退了。商家說是我受害了，沒有說雙倍賠償，沒有。或者呢，消費者上的視頻也沒有這個，不管是3倍還是5倍還是1倍，反正都是對吧？進了大頭給罰了，這就是區別。但是大家仔細想啊，如果這種罰的話，那你後面會源源不斷的一直罰。為什麼？那對這個攜程來說，對平台來說，那反正我就是交罰款嘛，这罰款我把它當做保護費不就完了嗎？或者當做一種稅，對不對？某種稅，我只要把這個稅、把這個保護費算到成本裡面，我還賺錢，那就行了，是不是這個邏輯？但是你要在這個西方，你就不能這麼算，因為你這個錢是要退給這個消費者的。一罰這個你要多少，对吧？2倍受害的消費者你就都得賠，那你這成本就很高啊，對吧？你賺的越多，以後賠的越多啊。但是你看這個，無論是美團還是阿里，還是這個今天是攜程，我相信他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雖然啊，攜程是3罪併罰是第一個，但是他絕對不是最後一個。為什麼呢？因為你這種罰款機制就決定了。小鐮刀在前面割，對吧？小鐮刀割完之後放在口袋裡面，以為自己沾自喜是吧？挺高興的。後面大鐮刀等你攒的差不多，等這些小鐮刀啊攒的差不多了，大鐮刀過來，咣的一下全割了，放到自己這個口袋裡面。那韭菜還不是韭菜嗎？對吧？韭菜被誰割都是割，反正最後都是割了，你找誰說理去？對吧？那個雲南7000家商家，他們的損失誰賠啊？對吧？這麼多酒店商家，他沒損失嗎？損失大了，沒人賠。說不清道不明，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罰款啊，它的你要把這個對比一下，你就發現了這種事情往後不會因為你這次罰而沒有了，只會越來越多。所以我老是說我們的紅綠市場是吧？你看天天罰，那罰款創新高，去年罰了400多億，今年還在罰，為什麼罰不斷根呢？而那個美西方對吧？那個日益沒落的資本市場，它好像沒什麼罰款，為啥？原因就在這兒啊，那你這樣的話，這些違法犯罪啊，這些坑害消費者、坑害商家的行為是不會得到有效的杜絕。所以紅綠市場，我每次都說的吧，你指望着紅綠市場它越罰越多，為什麼不反思呢？那是不是你這個搞法有問題啊？到底是鼓勵、是縱容，還是真的要杜絕啊？這要打個大大的問號。所以說把攜程罰了，大家很解氣，哎，就覺得是吧？但是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你還是挨宰的命。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